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10月23号。这一期咱们聊聊就业，聊一聊裁员。昨天咱们聊这个网约车司机，聊网约车订单暴减，网约车司机收入下降，内卷加剧。昨天我说这个年底到了，裁员这个恐怕要占据热搜或者头条，不时的会看到哪个公司哪个行业在裁员，因为寒冬如期而至。果不其然昨天下午一则奔驰裁员3万人的计划就在网上流传，奔驰要大裁员。这个奔驰裁3万人指的是全球我看了一下，那具体的跟咱们有关的就中国区裁员。这个第一财经报道说，近日网传梅赛德斯奔驰正在实施其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裁员计划，截至目前已有约4000名员工接受遣散方案离职，其中资深管理人员最高可获得50万欧元，约400多万元人民币的补偿金，这个足够丰厚当然400万恐怕是管理层高管。补偿金额度采用梯度设计，与职级工龄直接挂钩，特别设置了加速奖金，激励员工尽早决策。奔驰内部一名人士证实了裁员的真实性，并表示裁员是基于双方自愿原则。进入10月份，已有员工拿大礼包后主动离职。早在今年3月就有消息传出，奔驰管理层将在4月给所有员工发信，鼓励员工自愿离职。遣散费方案主要针对工程师、行政、IT 领域的员工。该遣散费方案已在4月启动，相关员工可以在2026年3月之前申请。奔驰的这个首席执行官他说希望这份优厚的离职补偿能够鼓励约3万名员工自愿离职。这个把裁员说的这么清新脱俗也不容易不过他这个是鼓励你自愿离职，对吧？你自己申请，因为叫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他这个只要补偿方案给的高，对吧？自然有人会踊跃的，对吧？离职，这样显得这个裁员就变得有点温情脉脉，对吧？不要搞得人脑子打成狗脑子，互相告状，互相劳动仲裁你是自愿的嘛？说官方希望到2027年通过外包决策，不填补空缺的职位以及遣散费等方式，每年节约大约50亿欧元。据第一财经报道说今年年中左右，公司在内部官网上发布通知，鼓励员工自愿离职。员工中申请离职后将得到相关赔偿方案的细则。记者在奔驰官网翻阅到一份3月份发布的信息显示，2025年奔驰人力资源战略、可持续人才计划以及重塑战略支柱为核心。然后这个消息一传出有多位奔驰员工在麦麦求职，同时多个奔驰员工的麦麦主页被访问量飙升。网传这个奔驰的这个补偿方案是 N+11， 但是这是网传的这个 N+11 意味着什么呢？如果你是奔驰中国区的普通员工，假设你工龄30年说那遣散费大概是480万。说实话这个外企还是比较实在。以我的经验在国内的企业，你要干30年那是不会裁的，也不可能裁，也裁不起再说了，你要在这干了30年，差不多也快60了吧，50多，对吧？再混个几年你就退休了，裁他干什么呢？所以我觉得裁的主力恐怕不是这种30年的，当然了，恐怕有30年的这时候他动心了，是吧？为了这80万选择离职。奔驰为什么突然裁员呢？那这个大家都知道的吧？跟这个汽车行业内卷加剧。这个汽车行业的内卷不光是在中国那全球都卷，没有办法。这个奔驰还有宝马、奥迪，它这个汽车销量下滑，这个是不争的事实在全球范围内都在下滑，所以它年底裁员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不过它这 N+11 的这个补偿足以让很多人心动刚才说了全球汽车行业裁员，有人统计了一下要裁13万人，裁员大于1万的有大众3.5万，奔驰对吧是3万人，博士2.2万，日产2万。那裁员小于1万的呢？这个奥迪是7500人，福特是5000人，沃尔沃3000人，雷诺3000，还有其他的加到一起，整个汽车行业全球裁员13万人。这个也凸显汽车行业这个竞争非常激烈继续说回奔驰奔驰这些员工如果主动离职他不仅能拿到 N+11 的补偿，很有可能他可能进入国内对吧其他的这个汽车行业，比如说比亚迪小米或者是京东
对吧？京东现在不要造车吗？到处挖人，那就很有可能啊，有人这边领了补偿，那边在京东某一个职位啊，当然这都是理想状态啊。也就是说，奔驰啊打响了年底裁员的第一枪，轰轰烈烈的啊裁员开始了。正好啊，这个国家统计局啊10月22号公布分年龄组劳动力调查失业率数据，9月不含在校生的16到24岁调查失业率降至17.7%。随着毕业生就业逐步得到落实，9月16到24岁青年失业率环比回落，略高于上年同期。什么意思啊？就青年人失业率啊比8月份要好看一点了，就环比啊，但是啊比去年9月那还是失业率还是上升了，就比去年找工作还是难了，就这么简单啊。但25到29岁劳动力失业率明显高于上年同期，也就是从16岁到29岁这个年龄段的今年找工作比去年明显要难。这数据显示，这统计局公布的数字啊。国家统计局10月22日公布的分年龄组劳动力调查失业率数据显示，6到24岁的劳动力失业率17.7%，这个是不包含学生啊，较8月回落1.2个百分点，高于2024年同期0.1个百分点。25到29岁劳动失业率持平于7.2%，较上年同期高0.5个百分点。大家知道啊，这0.5个百分点，这个就已经很高了，很大了，你知道吧？这个差距啊，比去年失业率高了0.5个百分点，说明什么？说明很多大学生一毕业之后就没找到工作。你看他年龄段25到29岁嘛，对吧？一毕业之后出来混2年，失业了。30到59岁劳动力失业率3.9%，连续3个月不变，且与上年同期一致。这么怎么理解呢？就是30岁以上的啊，这个失业率啊3.9%，一直就环比同比都没有变。我们看这个财经网那是怎么说的啊？他说，2023年12月以来，国家统计局调整分年龄组调查失业率的统计口径，开始公布不包含在校生的失业率数据，并用25到29岁和30到59岁2个年龄组分别统计25到59岁范围的劳动力就业情况。2025年以来，青年劳动力失业率走势与上年相近，都从春节后逐月下降。7月随着毕业季到来出现跃升，8月达到峰值，9月再度回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也随之波动，9月较8月下降0.1个百分点至5.2%。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司长王平平此前表示，受毕业季影响，7、8月不含在校生的16到24岁劳动力失业率环比季节性上升，但在一系列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扩容提质政策带动下，环比增幅较上年收窄。随着毕业生逐步落实就业岗位，9月失业率环比明显回落，但是你同比是大幅度上涨。从全球来看，美国、欧盟等主要经济体的就业也不及总体就业。由于美国联邦政府停摆，美国劳工部暂未公布9月16到24岁劳动力失业率。8月这一数据环比上行0.5个百分点至10.5%，总体失业率走高0.1个百分点至4.3%。欧盟27国8月25岁以下劳动力失业率走高0.2个百分点至14.6%，明显高于5.9%的总体失业率。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这个9月份啊失业率的数据来看，就业难度是越来越大，尤其是年轻人就业难。刚才我们看到啊，这个30岁到59岁的劳动力失业率为3.9%，连续3个月不变，且上年同期一致。实际上我就想到了啊，我看到更多的是中年人的不容易。为什么呢？这个数字啊就包含着这种叫心酸呢。你看啊，年轻人这个失业率在上升，有一部分原因啊，咱们不能说全部是啊，就是年轻人为什么失业率上升呢？那就有一部分年轻人他找不到他就不找了，不是不找啊，也就是他也在找，但是他并不那么急迫，说必须啊我下个月就得上班，不上班就不行，他也在找，但是多多少少有那么一点，对吧？高不成低不就，对吧？太差的他不想干，给钱太少的，待遇不是太好的，或者压力有点大的他就不干了，那他是不是就业就要难一点？而这个30岁到59岁的人为什么这个失业率啊很稳定3.9%，就失业还少呢？说明什么？说明你啥你都得干。咱们都知道啊，35岁到一个公司啊，码农对吧，或者什么35岁就很容易被裁掉了，反而是35岁对吧到59岁的人失业率还低，说明什么呢？第一，他在单位啊忍辱负重对吧，使出浑身的招数啊，尽量保全自己啊，避免被裁掉，这第一个。第二个，一旦被裁掉，立马对吧就
去找工作，啥活都干，不行，网约车、外卖骑手就干上了，对吧？有的就是降低要求嘛，本来他一个月是1万的，对吧？现在一个月给他6000，他也干，找个工作。本来对吧？大家都知道这个35岁以后啊，就业他要难一点，结果他的失业率还低，那就只能说明啊，这个中年人呢，叫忍辱负重啊，为了保工作，为了上班赚那点工资，而年轻人就没有那么迫切。所以你看啊，从16岁到29岁的这个失业率啊，一直在上升，比去年还要增加。当然了，这个大前提啊，那都是就业难。这个30岁以上的，那很多恐怕对吧，买了刚需房，这还有按揭贷款。30岁以上的很多恐怕都有了孩子，你说你一失业怎么办？那个30岁以下的，对吧？他是单身的多，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如果他也没买房，那他没什么太大压力。实在不行，对吧？吃爸妈的啃老，无非就是多添双筷子。网上不有个段子吗？年轻人对吧？父母宁愿让他啃老，也不想让他去上班。为什么呢？因为他上班啊，父母实在是供不起啊。如果在家啃老的话，那纯粹就是多个碗，多一双筷子，对吧？宽带也只需要一个，共用嘛，网络对吧？就是养老，就是啃老啊，边际成本很低。结果如果他要上班的话，首先对吧，还得给他租房子，这房租出去了。因为你上班，你不能说一定是在自己家附近吧，保不齐还到别的城市上班去了，找个工作啊，要租房，完了他自己要吃喝，这都得花钱呢。完了对吧，还要装个宽带，然后通勤对吧，然后还有应酬，你上班了你有交际啊，工资5000，每个月花费恐怕不止这么多钱，对吧？再加上一上班有了想法，觉得天天挤地铁累，要买个新能源汽车，按揭来了，对吧？你在家里无所谓，对吧？用什么手机都行。你上班了吧，你记得用小米17，这各项费用就上去了啊。关键这工作还朝不保夕，对吧？干个3个月干不成了，又换一个，又找工作。1年下来啊，不仅没攒到钱，反而多花了几万。所以网上就有这样的段子，父母说宁愿啊啃老，不要去工作，实在是供不起啊你上班。为什么说就业难啊？这个前2天啊，雀巢公布了1.6万人裁员计划。这个雀巢的裁员计划受什么影响呢？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影响就是作为曾经的增长引擎，大中华区第3季度有机增长率暴跌至10%，就是它是负增长，它跌了10%，成为拖累整体业绩的重灾区。所以说啊，这个雀巢集团新任首席执行官在发布3季度财报时抛出一枚重磅炸弹，未来2年全球裁员1.6万人。那既然大中华区啊是这个业绩的重灾区啊，它是暴跌啊10%，那恐怕这个地方相应的裁员啊也是重灾区啊。这是雀巢啊，有人统计啊，外企裁员啊，当然他统计的不一定准确啊。截止到10月22号，他说汇总的外企裁员超过32000人，这是在中国啊。预计农历新年前公开的信息将超过10万人，外企裁员。大家做好心理准备吧。这个大家知道啊，这个外企的岗位啊，都是优质岗位，对吧？要不然你看奔驰一裁员 N+11，就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对吧？外企的岗位啊，它是优质岗位。那这个少一个，那我们的这个大学生，对吧？研究生那些博士，他们的就业岗位就少一个。原本啊，这些岗位可以容纳那些什么985、211，是吧？大学毕业的，现在这个岗位越来越少，那不就是985、211竞争就越来越激烈吗？卷得更厉害。再考虑到啊，有很多外企啊正在往外转移，这个是不争的事实啊，有转到越南、转到印尼、转到马来西亚的，甚至还转到印度的。他这一转走啊，好多管理岗不也就转走了吗？本来那些管理岗都是中国人，都是容纳那些，对吧？985、211毕业的，都是容纳那些研究生。那现在这岗位没了，人家搬走了。我记得花旗是吧？是上半年一下裁掉3000人吧，就是他的这个 IT 部门呢，研发岗整个的端掉，人家就转移了，搬走，不知道搬到中东去了，搬哪儿去了？一下3000人呢，那3000个岗位，对吧？这就逼的啊，很多这个985、211的，他们一毕业就考编、考公上岸，因为这个优质的岗位越来越少啊。这是外企啊。我们再看国内的企业，前不久是吧？10月就是国庆节之后啊，网上就在传言字节跳动在搞裁员，不过他这个裁员说的比较隐晦啊，比较委婉，说因组织调整离职的员工将提供最长6个月，每月1.2万元的过渡性补贴。说这个是澎湃新闻报道的啊，说字节跳动宣布新的员工补贴政策。10月10号，记者从最接近字节跳动人事处获悉，字节跳动近期发布一项新的员工保障方案，针对中国内地因为组织调整而被动离职的正式员工，你看说的都委婉了，
组织调整，被动离职。像马云说的啊，向社会输送优秀人才，对吧？还有谁说这是毕业，不就一个意思吗？什么叫被动离职啊？你说裁员就裁员嘛，对吧？你非要搞个被动离职，组织调整，这叫什么话？说的非常的吧隐晦，说在原有的经济补偿方案的基础上，为符合条件者额外提供最长6个月、最高1.2万个月的过渡性补贴。说该政策已于本月起正式生效。根据该政策，最高过渡性补贴价值可达7.2万元，1万2一个月，那不就6个月吗？上述补贴由社保补贴和生活补贴2部分组成。据了解，字节跳动此举是为了给因组织调整而离职的员工提供过渡性的基础保障和支持。实际上，我看网上很多人留言啊，这个就是10月10号的事情，那就意味着字节啊，接下来几个月恐怕开始优化了，开始裁员。但是他不承认，这个政策一宣布啊，实际上就是让很多员工，对吧，吃下一个定心丸，就稍安勿躁，你对吧？即便把你裁掉了，给你补偿之外，还额外的再给你一些补贴你6个月，所以你也别闹，不要抱怨，对吧？这个一方面体现这个字节财大气粗，对吧？对员工的保障呢还是可以的。一方面说明，对吧？他已经为裁员在做铺垫。不管怎么说这个外企还有字节，好歹给员工给被裁的员工留了一些体面，至少对吧？不欠你的补偿该给的给到位。但是不是所有的企业都这样首先我们看看这个阿里，这是昨天凤凰网财经报道说阿里员工午休被纪委13点34分叫醒，每个部门午休时间或不同。10月21日消息说，据媒体报道，近日有阿里员工在同事圈发帖称，自己午休被纪委1点半多直接敲门提醒，然后开始巡逻。该帖子称太恐怖了，来了好几年，第一次感受到强烈的要求午休1点半开始上班。13点34分，纪委直接敲门提醒，别休息了，然后一遍又一遍的巡逻，真搞不清楚现在是2点上班还是1点半上班，也没有明确说。谁知道在8月份，阿里同事圈网友念叨着希望午休能恢复到2点。有媒体询问阿里2个部门的员工，一个表示是12点到2点午休，另一个表示没有规定具体时间。可见阿里每个部门的午休时间可能不同。这个事情源于网上一个帖子，有个人在发了一个帖子，就讲的这个事情然后这个很多媒体报道，凤凰网财经还有其他的媒体都报道，还有雷锋网这是什么个事呢？鸡毛蒜皮的事，对吧？但是我们要想到2年前这个京东的刘强东是吧？去年吧，以前都是兄弟，对吧？刘强东突然脸一变，没有业绩，怎么好意思称兄弟呢？是这意思吧？然后京东各种折腾又是中午不能关灯，又是中午什么，总之对吧？开始抓纪律这个996牛马是最清楚的。但一个企业开始抓这些鸡毛蒜皮，开始查考勤，对吧？让你写什么日志，有的让你写每个小时都得写，一天写2个，上午一个下午一个，就各种抓纪律，对吧？各种开源节流的时候，实际上说明这个企业够呛了。接下来就意味着要裁员，这个牛马最清楚，对吧？是不是意味着这个阿里年底恐怕也要大刀向兄弟姐妹们砍去拭目以待因为阿里这么多年已经裁了很多人了，应该跟他高峰期相比他人已经裁了一半了，可能下面接下来还要裁，把低质量的裁掉留下高质量的。当然了，你可以说阿里他只是对吧？现在开始整顿纪律，抓考勤，抓纪律，抓午休，这个还不是直接裁员，对吧？只是一个信号。那我们再看看这阿里好歹是这个叫什么互联网公司待遇还是不错的，所以脸面还是给一些的。那接下来这个就不好意思了，有一个叫鞋企叫匹克的，这个匹克是造这个运动鞋的吧？我不太清楚反正是福建晋江那个企业，据说在运动鞋领域还是不错的。说今年8、9月份当时不少的匹克的员工在社交媒体上爆料说公司在没有提前沟通也没有正式公告的情况下，直接执行全面降薪，部分岗位降幅高达50%，也就是降薪都不通知你知道吧？直接就宣布降薪了。有媒体调查发现，8月份匹克的工资就已调降，绩效也被延到年底发放。一位门店店长透露，原本1.2万元的月薪直接被砍到7800元。随着舆论的发酵，匹克创始人徐锦南不得不出面召开内部会议澄清。他表示降薪并非针对全员，而是重点落在亏损部门，如高薪岗位，还承诺调薪后月薪低于3000的员工，公司将补足至3000元。也就是你的工资不到3000的话，公司给你补到3000。那言下之意就是很多员工工资都不到3000呢，被砍的对了，他还补充了一句颇具爹味的发言，说这个
是不影响他们生活工作，给他们再一次的机会，鼓励他们去努力发扬公司精神。要不是拒绝降工资，就得写检讨这事儿。很多人或许已经忘了这个36岁的运动老牌说，匹克曾经的江湖地位挺高，曾与安踏、李宁并称国产运动品牌三巨头，被誉为晋江鞋王，估值一度超过100亿。而如今徐锦南透露，2025年1到7月，匹克内销直营业务已累计亏损超1.3亿元。为缓解压力，集团已出售华东、华中、西南3家直营公司。这个8、9月份啊，这个匹克啊就直接降薪，导致很多员工啊不理解，也抱怨不同意。这个匹克要求员工啊签一份同意降薪的、自愿降薪的这么一个文件啊，就是说我同意了，我接受了。但是呢，毕竟有很多员工不愿意签，拒绝降薪，所以这个匹克啊对不愿意降薪的做出规定啊，说啊有提交拒绝降薪相关书面文件至公司领导的人员，视为不服从公司管理，影响薪资核算和发放。需退回文件的同事，请在10月15日之前当面或者电话的方式跟董事长汇报情况。有员工啊交了这个拒绝降薪的这个文件，公司希望员工收回这个文件，也就是你同意降薪，不要拒绝降薪。现在正好是双11啊，各大品牌都在忙着冲刺啊双11的销量，结果匹克闹这么一出啊，不同意降薪的员工还得写检讨，否则你工作不保，对吧？你不同意降薪，那就找个借口让你回去了，解除劳动合同啊。这个就是传统制造业啊，写起干这事。不管怎么说啊，现在这个寒冬啊已来临，这个裁员啊恐怕马上充斥了各大网站、各大社交平台。最后啊，咱们再说一个啊，今天有媒体报道啊，说真正的影视寒冬来了，就是影视业啊。大家也知道啊，这个影视业火不火，主要是看投资。这个投资啊，有很长一段时间啊，开始由腾讯啊、什么爱奇艺啊、优酷啊，对吧？这些平台把控，就这些平台实际上成了这个很多影视剧的这个投资方、制片方，他们是背后的资本。言下之意啊，如果他们减少投资，那你整个影视剧啊，就寒冬就来了。以前这个投资是煤老板啊，这个后面什么房地产公司，人家有钱，哎，他们对吧？作为资方出钱。那现在对吧？这个已经变了，这很长时间啊，变成平台主导，因为这个至少平台可以在它平台上放啊，可以收回部分成本，包括啊很多综艺节目都是这样。那有人就统计了一下啊，明年各大平台继续缩减投资，加大短剧投资，也就是加大那些素人，对吧？那些什么霸道总裁爱上绝经的我，就类似这种啊，短剧这一块恐怕在加大投入。而真正的影视剧、综艺节目，就这一块投资是要缩减的，因为这投产比不好看。那么这就会导致什么呢？导致这个艺人，对吧？尤其是头部艺人，尤其是那些综艺节目的艺人，老上综艺节目，现在本来就没有什么影视剧可以拍了，很多演员呢，为了保持他的这个知名度，对吧？那曝光率，他就拼命上综艺节目露脸，然后搞一些出圈的这些言论，炒一炒，就这个保持热度。但是现在啊，马上没有了，就是综艺节目也会越来越少，投入越来越少，那就这些很多演艺人员就开始失业，大家就会看到更多的演艺人员去直播带货。这个恐怕是2026年的啊一个现象，就是2026年演艺圈比2025年也更难混。这个2025年对吧？这个大家都看到票房啊惨淡是吧？这个连胡一静老师都看出来了。2025年如果不是有一个那叫什么哪吒，还叫什么哪吒2是吧？单骑救主啊，就这么一部片子，如果不是这部片子，那整个2025年这个影视圈就完蛋了。但是啊，这个哪吒2好像跟演员没关系啊，我记得是个动画片嘛，没有主演，你说这事闹的。所以说啊，2020年恐怕更惨，也就是这些演艺人员、这些影视圈的，对吧？这些明星，所谓的不管是1线、2线、3线啊，现在赶紧练一练吧，准备直播带货。明年说不定直播带货还能抓住尾巴啊，还能再挣个3瓜2枣的，说不定明年直播带货啊，这个规则也要变，各行各业啊都要卷起来，大量的1线、2线、3线明星啊都去带货，那直播带货这行业不也是卷吗？总之啊，对吧？无论是国家统计局给的数字，还是咱们的体感，那失业的人啊只会越来越多。如果你有工作啊，你现在要做的就是玩命的保住你的工作。好，这期节目啊，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